再来看中国最近伫吸收咱各地南太平洋的邦交国，比如11月份特别选举哦，最近比如的总统惠树林写批予美国的参议员，讲到中国对比如提出善意，讲会甲比如所有的饭店拢订好满哦，嘛答应讲逐档要投资2000万的美金，声音甲台湾断交。咱国外交部是表示讲，这国家面对经济压力，台湾嘛了解，外交部嘛强调讲会继续提供比如援助。 Palau is open to tourism. We have many people visiting Palau to enjoy the sunshine. 进前专工来台湾推动观光，比如总统惠树林甲台湾的关系密切，嘛伫国际上几届公开发言挺台湾。不过最近惠树林写予美国参议员的一张批函公开，内底讲到中国已经向帛琉提议，讲要预定所有帛琉饭店的房间，嘛保证讲每一年投资2000万的美金，伫帛琉营运2英亩块。 远端的人客服务中心，要向帛琉甲台湾断交。帛琉等小岛国家面临中国经济胁迫的困境，台湾感同身受，并持续提供帛琉协助。台湾向来支持帛琉发展观光，建立经济韧性及永续发展的国家发展政策。惠树林会写批予美国的参议员，是因为美国甲3个太平洋岛国帛琉、密克罗尼西亚、甲马绍尼群岛。 伫去年年底签署恢复20年的自由联合协定 （COFA）， 不过需要的70亿的美金资金，还阁卡伫国会。惠树林伫批内底强调讲，这份协定一旦无生效，就予中共甲帛琉一寡有甲中国做生意的政治人物有操作的空间。台湾跟美国可以透过 帛琉这一个地方来进行一个军事上面的合作，中共会希望透过不管是观光啦，或者是经济援助的方式啦，破坏美国在印太这一边的一个战略。学者分析，中国这个运用经济手段僫台湾的邦交国，已经成功和所罗门、甲陆路、甲台湾断交。台湾伫南太平洋目前敢若剩3个友邦，帛琉11月份嘛举行大选。 即马甲台湾的邦交，也阁有美中的印太地区的战略竞争，加做南太平洋岛国选举关注的议题。记者综合报道。